近日，新疆喀什市的阿布莱提大叔自己研制了一辆由核桃木制作而成的电动轿车。该车有着5环车标，全车外壳刻有维吾尔族传统花纹，并能以40公里的速度奔驰在路上。这辆车高1.6米，长约2米，带有天窗。该车由电力驱动，装有6个电瓶，一次充电6小时，最高时速60公里，最长可行驶100公里。50岁的维吾尔大叔阿布莱提是喀什市乃扎尔巴格乡7村的一名木匠。起初有制作木质电动车的想法，是因为想要给大家展示自己的木工手艺。从最初设计到上路，共花费了2万元人民币和100天的时间。我只在卡交会上见过木头做的自行车，第一次见到这个车，很别致，比较环保。手工的创新吧，比较有创意啊。阿布莱提大叔1年的收入仅2万多元，家里还有4个孩子。由于经济原因，老伴得知他要造车，十分反对。村长得知后，给阿布莱提大叔3000元，并鼓励他把车做好，参加喀交会。阿布莱提大叔这下来了精神，为制作这辆车，100天的时间里从早忙到晚。这种执着的精神也感动了老伴儿。现在阿布莱提大叔的老伴儿十分支持他。当记者问阿布莱提大叔花费这么多钱制作这辆车值得吗？阿布莱提大叔告诉记者。Lazım bolganligi bermez, yani yazsak bo'ladi buni. Bir yo'ldosh 60 ming koy beraydi da. Men yerman kidi meydan azal meydan jiqal men putkizib shu yerga kirib sata desam ma'qul dedi. 在谈到今后的打算时，阿布莱提大叔表示，明年想再设计制作一辆长8米、用于旅游的木质电动车。